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海爺啊。頭先睇到個片頭，大家覺得如何呢？好啦，今晚呢，我就同金爺啊兩個人過嚟呢個世界金融中心呢度啊。呢邊新開咗一間小場啊，係私人按摩嘅啊。簡單啲嚟講就係私人按摩師。咁呢度有啲乜嘢好玩呢？咁佢同水會有啲乜嘢唔同呢？啊，梗係唔同啦呢啲嘢。咁如果講得太多，呢條視頻就放唔到噶啦。不過呢，都可以簡單啲解釋下咯。而家嘅水會呢，點講呢？啊，你去玩得太開呢，咁你都會擔心安全嘅問題噶嘛。咁私人按摩師呢度呢，咁就唔驚啦。咁呢邊就可以玩得開少少啊。咁相對於水會嚟講呢，會安全少少咯。不過安全還安全啊，水會同埋私人按摩呢啲呢，咁肯定有好大分別噶啦。呢啲嘢係咪先？咁講下水會咯，水會呢就環境好咯，大咯，係咪先啊？反正大把按摩師可以俾你揀啊。咁如果私人按摩呢，咁就唔一樣咯，佢就可能就得一兩個咯。咁今晚我同金爺一齊嚟嘅呢度呢，就係屬於私人按摩嘅嗱。環境大家都可以睇到，簡單啲睇下啦啊，都還算 OK 嘅，複式嘅架構啊，上下兩層嗱，呢邊係二樓嘅環境，裝修得都幾唔錯噶。咁私人按摩呢啲地方呢，佢環境一般都會揀比較好啲噶嘛，係咪先？如果環境唔好嘅話，唉。大家入到嚟都冇乜興趣噶啦。好啦，呢度係二樓嘅房間。嗱，呢張床其實好大噶，唔係講笑噶，1米8嘅嗰種床嚟噶。呢張床比水會嗰啲床大好多噶。咁你喺上面滾嚟滾去啊，想點都得噶，唔似水會嗰啲床咁細噶嘛。好。呢邊係洗手間，我哋簡單啲睇下。麻雀雖細啊，不過呢都幾乾淨下嘅。好，呢邊係一樓嘅房間啊，呢張屬於按摩床。嚟到佢哋呢度呢，先係一樓做翻一個簡簡單單嘅身體 SPA 啊。然後再上去二樓，好好地去享受服務，都非常之唔錯噶。好啦，呢邊係一樓嘅洗手間啊，我哋簡單啲睇下就好啦，都係搞得乾乾淨淨。好啦，洗手間我哋睇完啦，啊，依家就睇下呢位小姐姐啦。好啦。咁跟住就輪到金爺嘅訪問啦。你是哪裡人啊？我是南山人。我覺得呢，你的手法很專業。其實客人來的時候對你是所有都非常的滿意，是不是？是的，他們都非常滿意對我。啊，我都覺得你很有經驗，是不是？我已經做過這個做了有很多年了。哦，就是代表你是這個老師傅了，是不是？是的，很多小哥哥在我手上的話都覺得我的手法非常好。然後就行了，然後之後呢，我就帶多一點朋友，介紹多點朋友過來。啊，我朋友呢很多都有這個，就是身體呀酸痛的問題，你都能幫他解決的，是吧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好啦，今夜嘅訪問就完畢啦。咁我哋依家就睇下小姐姐嘅手法啦。佢嘅手法都係唔錯噶。由於小姐姐比較怕醜啊，所以就冇放到佢嘅真容啊。
咁你哋想睇小姐姐嘅真容呢，記得嚟我哋群組啦。好，今日講到咁多，大家再見。